伫咧高雄，若阵住伫咧5楼以下透天厝或者是公寓厝的人，就要注意哦。这高雄市今年8月修正火灾预防主题条例，主体呢拢爱装这火灾警报器，目前也有要到一成民众厝内面是无装的。即马是看到期明年9月开始推动，限期若准无改善，就爱甲你罚钱咯。 半暝即间地厝外火烧，消防人员伫烟雾内底找找导火的所在。附近的民众是听到水电车的水滴仔声，才知影爱赶紧逃生。因过即款老透天厝也是公寓火烧，无装主体的火灾警报器，若是民众闻到烟，可能就受困伫火场内底走袂去。测试正常。安尼会使。你要了解这一装这是要创啥，毋是？ 破错的，毋是看好看的。到你民厝内试早前装的火灾警报器，里长表示，历来拢是40年以上的老厝，这几年配合消防局发警报器，互公寓阁有透天厝，装伫卡会发生火烧的灶卡也是楼梯间。即马除了解里面安怎设施，嘛爱提醒着领着警报器的民众爱赶紧装，因为明年9月份若无装主体的火烧警报器，就会罚钱。阮兜装2粒，装迄倒？装伫咱的这个啥人个算天花板了，像这种物件安全性的嘛是爱发，嘿啊，爱发的。咱高雄市即马差不多有67万户，即个5楼以下的公寓啊，甲透天，那安尼差不多有5万户的即个市民朋友还袂装即个火灾警报器。啊，若是明年9月份，你啊若是还袂装，经过咱消防人员的劝导，上少会当罚6000至3万块。消防局统计，自111年到今年9月份。 高雄市总共有54间老公寓，因为有装主体警报器，保全性命甲财产。毋过，还是有5万户无装火灾警报器，提示住伫老公寓甲透天厝的民众，用早去消防分队申请。毋但免收到罚单，嘛保护一家伙仔的安全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